烧腊店，有时我会去遐买便当。我若去买的时，然后头家娘拢甲我讲，哦，你看阮遮烧肉袂歹哦，真材实料。阮买去吼，生意非常好，因为阮是伫咧大饭店做投资师傅。你看，哦，遮空鸭啦、空鸡啦，吼，遮拢真好，真鲜。外面咧起价吼，阮哋拢无咧起价。啊，你看对面迄个卖面的，伊打，足侪少年仔拢去遐食，也无啥物料，想无呢。啊，这少年仔啥去遐？我用伊伫咧花莲过去，吼，伊过去偌好，我逐遍去，啊，伊就逐遍甲我讲同款的话啦。所以我就听同款的话听几啊遍，我心内就咧想讲哦，若要继续经营落去。这间店面实在是着爱精心来装潢，还是精心来整修，至少看到网仔较好势，啊，人嘛较会爱入来。都怕省会无偌久，经烧腊店哦，煞变老圆环便当的店啊。哇，这个老圆环便当哦，伊精心装潢了哦，就是像咱咧教会这灯光汉那亮。啊，我观察呢，佫真侪人伫遐来买这个便当。这个老圆环便当店哦，伊无差不多5外岁了后，隔壁佫有一间传统的这个自助餐店哦，就拉关起来。所以我看到这样代志时，我就感觉讲，世界就是安尼，各行各业，彼此的中间竞争非常的厉害啊。咱若是要活落去，咱就爱改变，要活就要较变。咱若要活，要生存下去，咱就爱改变，咱就爱突破。10几年前，拄仔搁伫咧总会事务所服侍时，这个林朗堂的周神柱牧师啊，伊带几啊牧师来到总会事务所，伊迄个所在，伊一方面呢，伊讲啊，真歹势咧。迄个时阵，咱咧长老教会咧关心迄个长事件迄个时阵哦，阮遮别个教会不但无甲恁支持哦，搁伫咧后壁人甲恁安尼吼指指点点的，啊吼，阮这时阵，阮感觉真歹势。迄个时阵，伊嘛真肯定讲啊，咱台湾长老教会拄拄啊，伫咧2000年左右遐讲，咱有提出21世纪新台湾宣告运动的方案。伊讲啊，这个哦，即马全台湾哦，上好这个宣告的方案呢，这个宣告的即款的方案，就讲宣告的力量。总是做牧师也来讲吼，伊讲阮行出路是市场取向，啥叫做市场取向？伊是讲都有需要因吼，咱着吼，甲因的需要伫遐做结合。当因离开了后，阮着伫遐讨论。写结论是讲，哇，这个市场取向啊，市场的取向哦，是企业界所讲的策略啦。这个市场的取向嘛，有真可能会去扭曲真理，也是甲这个真理的迄个真实度来定定吼，迄个本质会就咱回去。所以咱的真理是袂当拍这个。所以呢，咱也是叫咱继续叫咱坚持路，咱目的是要维持这个真理无受拍折。即摆想起来，我嘛感觉迄个时阵真天真，真可爱。咱感觉讲即个市场的取向敢若毋对啦，吼，有可能会用即个真理的本质伫遐来拍折。不管安怎，迄是迄个时阵的想法。1990年代，当小宗即个理念伫台湾的教会伫遐受讨论的时，咱的教会嘛常常用无共款的眼光咧看啥物是小宗，甚至甲伊批评。啊是敬拜俄勒吼，伫遐开始真侪教会咧接纳的时咧做时，咱的教会嘛感觉讲啊，这敢好，这足情绪的呢，情绪化吼。因逐个伫遐敬拜俄勒了呢，哦啊真好，但是转去呢，因的重担也无较减轻啊，伊嘛是爱面对因生活即款的重担。咱有足侪咱的想法，咱有足侪咱的立场，甲咱的看法。今仔日呢，就亲像咱所读的圣经所描写的，咱做来思考这段经文对咱的教会有啥物款的启示？有啥物款的启示？头一点我要讲的是讲，伫咱的教会进展的中间，教会发展的中间，咱会拄着足侪的难题。头一个难题就是讲，咱的面对吼，我就这个圣经来讲，是面对信仰所发入使人的坚持。当保罗伊出去旅
旅行团队伫外邦人中间，足侪人洗礼时，伊就去拄着教会内面遮个法利赛人因信耶稣的遮个人因即个坚持甲反对。咱知影讲因伫主旅行团队可能到安提阿，就拄着对耶路撒冷来遮个人讲，若无遵行摩西的律例受割礼，恁就袂当得着救，就恁会得着救。咱知影讲教会初期，信耶稣的犹太人也不遵守摩西的律法，遵守犹太教的即款的规则，所以有人认为讲，着爱遵守律法是人伫上帝面前得着拯救的一个真要紧的条件。所以，这坚持外邦人信耶稣，嘛共款着爱遵守律法，特别是爱接受甲你即款的观点。因足坚持的，咱讲面对保罗因面对信耶稣的法利赛人坚持。即款的讲法，就是讲因讲，这信耶稣的法利赛人，还是信耶稣的这犹太人，因还佫坚持讲，这外邦人着爱接受甲你即款的讲法。对保罗甲巴拿巴来讲，因无法度接受，因为因感觉这是违反耶稣基督，因对耶稣基督的启示所得到的。甲太书第1章的11节到12节里写讲，兄弟啊，我报恁知，我平素所传的福音，迄个毋是照人的意思，因为我伫捌对人受了，也无受人教示，我是对耶稣基督的启示来领受的。保罗伊安尼写，咁咱若认为讲，人若信耶稣，即外邦人若信耶稣，就爱去等于遵守犹太人即受割礼的律法。伊安尼讲就是啦，否定耶稣伫十字架顶也舍身流血，由世间人真做赎罪祭即款的功效。所以保罗甲巴拿巴大甲遮规实的犹太人还是法利赛人相辩论，然后讲无咱着到耶路撒冷遐来讲清楚。所以到伫耶路撒冷去见使徒甲长老，教会甲使徒甲长老因拢接待保罗甲巴拿巴，因就开始讲上帝怎样伫因外邦咧传福音的时，上帝诶圣神有足侪即款的神迹奇事来发生。当然我讲过，遐法利赛派的人，因真正起来讲，外邦人嘛着爱受割礼，你着爱反复因拢爱受摩西律法。即个所谓法利赛人，咱知影因的背景是啥物？因做捌摩西的律法，因嘛真热心伫即个学问的中间，因虽然接受耶稣，但是因无放弃摩西律法。对这归信耶稣的法利赛人来讲，因感觉即两个拢会使，我会当接受耶稣，毋过我嘛爱搁来行遵守摩西律法。我感觉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所以伫教会发展的中间，保罗甲巴拿巴去遇到即款的问题，就是传统甲咱去经验的。主要所基督互咱的即款的稳定的中间有迄款的冲突。第二，我讲的是讲，拄着即个难题的律法，要安怎来度过？然后撒冷会议中间必定有做见证，彼得伊是犹太人的信徒咧，彼得是专门对犹太人来传福音的。但是呢，彼得伫迄个要去哥尼流因兜的前后所发生的代志中间，互彼得的目睭来金啦。咱知影讲。彼得伫即个俏皮匠西门因兜顶悬讲5时伫遐咧祈祷的时，有看到一个异象，像即摆咱知影这个圣经的记载嘛，顶悬天内迄个异象白布内面包足侪迄个无清气遮迄个动物，声音来讲，你有伫去食，一连4遍的声音4次，伊讲这个无清气的物件是要安怎叫我食？圣神已经对着要去到哥尼流因兜的即个进程，已经有即款的异象讲，明白伊的心。
所以即个高丽娘伫因兜咧读圣经读即个即个册感觉咧求道时，信息来讲你着去找人去找彼个来引导。咱才讲彼个去到高丽娘引导的时候，即个高丽娘是偌欢喜咧，伊是一个有效帮人咧，总是着照信心的即款的指示请彼个来引导。咱相信讲伊即个高丽娘因兜一定足侪伊的亲戚朋友，伊的亲人拢会听。因为头一句话安怎讲？犹太人入去外邦人的厝，即是无下规定的，无下礼数。头一句就安尼讲，总是呢，当彼得伫高丽娘的厝底下开始咧讲即个真理耶稣基督的真理的时，信心放伫伊中间。因大家煞拢讲方言起来，彼得目睭哪金呢？伊讲我这时阵看见上帝上帝是不偏待人的。迄个时阵，伊上帝个目睭哪金起来？所以有即个经验，伫了撒冷的会议中间，彼得就直接做见证。因为知影讲，保罗甲巴拿巴伫外邦所做的，这传福音的，这新约基师，必定伊有迄个体会。所以看出上帝嘛是外邦人的上帝，所以讲洞察人心的上帝嘛将信心去赐予外邦人。所以彼得就认为法利赛人即款的主张是咧试探上帝，因为律法，伊讲律法是咱的祖先甲咱的家己所担袂起的担，今仔日咱确实放伫外邦人的信道的这钉脚头顶，安尼对，咱家己都担袂起。所以彼得咧讲，即个信仰的即个问题的一个重点是，你就是靠主的恩典。毋是靠你行律法，毋是你有偌济好的行为。犹太人甲外邦人拢共款，所以拄着问题是，伊教的即个耶路撒冷会议中间，彼得伫遐将伊的体会，对耶稣所领受的圣神所领受即款的体会，伊摕起来讲。保罗甲巴拿巴伊嘛伫即个所在有因个人的即个变故。12节。伊讲众人拢真正听巴拿巴、保罗讲起上帝用因伫外邦人的中间所行遮个新约奇事彼得伊提出论证，但是呢，保罗甲巴拿巴伊是讲出例证，真侪个例拢是信心伫遐咧做工。讲上帝伫过去2年来伫小亚细亚外邦人的中间所行遮个代志，引起来宣布。最后呢，雅各又做裁决。咱想讲，即个雅各是耶稣的兄弟呢。耶稣咧传福音的时，伊的兄弟根本就无信伊，我咧甲信到，当耶稣死，佮活，就天伫即个过程的中间，伊有特别应验兄弟雅各来应验，先开始来归信，我的大兄所讲。在耶稣迄个位置，然后呢，伊渐渐成做了撒冷的遮个信徒的领袖。遐雅各伊做一个结论，伊讲伫即个圣训的历史下面，伊讲历代以来，上帝其实拢咧呼召外邦人，利用阿摩司9章11节啊12节，即个经文我来读大家听。到迄日内面已经倒的布片，我要搁互伊起起来，来要补伊的破壳，要起伊遐个倒坏的来建立伊，亲像早时一样。12节，搁互因即条以东还搁剩的作业，也即条遐个用我的名来称的外邦，这是惊即个随摇花所讲的。所以我讲安尼讲，既然外邦人归信主耶稣是上帝伫创世进前就赢着的子，所以我讲伊就认为讲犹太人无应该将摩西的即款的律法是种较礼去叫外邦人伫遐来遵守。第二，伊讲遮个拜偶像香干饮，还是食鱼死的遮个真丝甲血，请外邦人
着爱遵守。啊，你姊妹，咱讲好在雅各伊较咱聪明的即款的才华，吼，甲即个判断。若是迄个时阵，伊讲啊对啊，都遮法利赛人，因着对遮经典较捌吼。若是听伊的，今仔日我毋知影讲即个基督教会是毋是当公团的？是安怎样？因为外邦人因认为讲行甲礼，这是因我都去接受的代志啊。咱的即个所谓即个《论语》内底嘛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咱一个真完整的即款的身体，你讲要甲伊行甲礼，特别是男生哇，伊绝对我都是接受的。所以他在雅各有即款真好的即款的才华，吼，基督的教会，吼，真正真注意伫遐来发展。外邦人毋接受耶稣基督，迄是因的问题啦。因要倒来到做犹太人，因的血统嘛毋是犹太人，因他着去行甲礼咧。所以伫遐咱讲雅各有真好的即款的判断。教会拄着问题是去即个有去面对难题，去上帝领受迄个真正确的即款的处理方法。那今仔日圣经即个记载对咱的教会有啥款的启示？现在我要讲的是讲，咱面对共款面对信仰所的法利赛人，因所提出来的观点。即信仰所的法利赛人是啥？因对圣经哦，做明白的，对这个传统做明白的，对怎样守安息日真明白。今仔咱教会嘛有可能是足侪是信仰所的法利赛人。教会要正典的中，咱检察院提出因足侪看法啊，佫是啥呢？即马吼袂使，即是咱吼不可不可这个侵犯的咱的圣旨。可能教会这个嘛要正典的时，咱就爱有一寡想法，我用2点做伙来想。头一点就是个人，真侪人。信仰所以前拜神拜佛真虔诚看黄历啊，若要娶某生囝看时，即摆咱有即款的经验无？咱的祖先拢是无先做的啦。咱有的是第1代，咱有的是第2代，像我是第4代。我的阿公就是当机。所以当时讲，即个当地信主嘛有伊足大的即款的情节。但是我要讲的是讲，到第1代、第2代，咱若对真理无明的时，咱就常常将即个社会民俗的即款的物件带入咱的教会。咱信主相对基督徒以后，即个咱讲对民俗的即款的受民俗即款的束缚嘛，还佫有限制。啊，我有讲过结婚看日。洞房生囝看时，大厝看风水7日看房历事业无顺就去算命去看迄个紫微斗数，还是即个生辰八字，遮个拢是可以算。可能咱若是真理无解明的时，咱搁照常看日看时时，咱含遮个法利赛人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即摆，我的教会真正是捌拄着。咱一个信主的人，竟然去甲一个无道友讲，你若去学兵的时你落地仔就爱递红纸，讲你是啥物道理啊？煞吼，迄个无道友煞感觉诚奇怪，讲无煞某人安尼甲我讲，咱着家要引出来信仰所，着袂有搁咱的回去搁安尼甲讲。某人兄弟过身，你着毋好去因兜。有偌济咱的信徒，伊还佫含着伫即个民俗的即款的束缚的内底。但是嘛，这是咱爱去拄起。咱要做已经信仰所的法利赛人，咱就要用信心往好，专营上帝。因带耶稣基督内底得到真正平安甲喜乐。
圣经甲咱讲，若有人伫基督内底，伊就是新创造的人。过去的代志、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新。以弗所书4章30嘛，安尼来讲，所以就爱将咱的心智改换一新，咱毋好搁接受伫过去咱信仰所进前遮个民俗的崇拜。第二呢，这信仰所的法利赛人因所讲的遮个话，对咱的教会有甚物款的启示？我讲是一个神学上的辩论。保罗面对信主的法利赛人，保罗甲因讲是信因信称义咧，是上帝的恩典啊，毋是咱去听律法，互咱得着救，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伫即个就派所在就知讲，伊讲无一个人会当靠律法来得着拯救，也是讲靠着律法伫上帝面前来成做义。因为所书2章80到90嘛，是安尼讲，人的得救是哪？是上帝恩典，嘛是因为咱的信心，毋是靠咱的行为。但是外邦人除了信以外，佫来受割礼，安尼是毋是基督教就相对犹太教的另外一个旁支？这是意见。所以，这个教会咱常用伫这个神学上辩论。今仔日咱的教会伫神学上的辩论是啥？教派甲教派中间，咱有迄辩论。教派的辩论，还是教义的辩论，神学的辩论。咱伫咱的中间较资深的遮兄弟姊妹，咱嘛一定足强调，比如教会信仰精神、信仰传统哦，万民该遵守，甚至是绝对的权威，这是咱一定是强调。但是呢，咱忽略一点就是，这个圣神的作用，圣神的工作。老实讲，今日文是非常注重圣神的工作。是咱若讲有圣神充满，咱若讲圣神的代志时，咱就安尼啊，无去讲迄吼，惊啦。我毋知影为什么咱惊圣神，毋过咱咧祈祷时，咱毋讲求圣神帮助咱。啊，真正咧讲圣神的时，咱就惊到讲毋好讲，毋好讲，迄灵魂的，迄灵魂的。咱即摆台湾基督教会伫台湾今仔日是今年是150年。咱人外交会当互一个信仰的团体150年久，若毋是圣神的保守甲带领，咱有法度吗？咱教会有一个特别70岁的兄弟，伊来到教会，差不多2-3个月了，伊讲牧师，我实在是足放弃，我哩放弃啥？若讲一个企业互你外交，企业互你外交，做3代啦，无互你外交到5代。但是我想袂到讲，像咱一个教会组织会当安尼到遮150年久，我们是圣神的保守甲带领，人袂当做啥？圣神的工作是，咱爱去注意着，伫过去的经验中间，咱对圣神有时咱是不改变，因为咱对这个圣神咱无啥了解，咱真正无了解。早期伫即个咱讲特会中间，迄讲师吼对上帝所领受的当场伫遐甲你指正，某物人你安怎？我细汉的时候，我阿叔是信教会牧师，所以就讲啊，无恁来信教会做礼拜好啊。我记啊足清楚的，伊做礼拜中间我做囡仔的时，伊第一顶迄个牧师，忽然间受着圣神的充满，当场去指责一个兄弟。啊，佫佮呛命，吼，比如讲伊是曾淑珍，曾淑珍，你吼犯奸淫的罪，哇，因太太坐伫边仔咧，哇，真正是真歹势，真正足歹势。等去因太太就来兴师问罪，你怎样犯奸淫，我拢毋知。你甲我讲，啥那这代志伫当场吼牧师安尼指责出来，足歹势。你教会敢徛起，敢佫徛落去？这兄弟讲都无，伊讲我无。牧师会安尼指责，因两个翁仔某带伊找牧师。牧师讲，迄个时阵的感动，就是对伊来讲，那你的心若有有因念，就是有安尼。
简单点。才承认讲啊，我常爱看水查囡仔，因为安尼大家足惊啊，足惊讲哇，我若去参加即款的讨会啦，讲庄淑珍啊你安怎？啊我毋着害啊，我一世的英明会一旦是安尼，大家对性是的即款的作为实在是非常惊惊，迄是早期的。我也伫咧服侍中间，对即个个人，拢毋是当场，若是当场讲讲上帝要引出你倒位，上帝对你的一些的即款的计划。我讲这就是伫咱对圣神的即款的了解，毋是介清楚的中间，咱伫迄个所在来补转，我嘛真可惜。几遍咱的总会补转邀请，伫心理训练行因早期有一个美国长老教会宣教师，或者罗学川牧师，咱毋知捌伊无？然后即马差不多我人70几岁了。上帝互伊足侪信息的文书，伊伫咱的长老教会系统，伊伫遐咧算讲做教导啦，互人入捌信息。然后伊等于到美国长老教会了，伊想讲啊，伊是毋是会当去转来台湾，伫遐来设立一个做灵力侍奉，即个团队，伊来和咱总会讲，伊嘛是美国长老教会宣教师，是咱的宣教师咧，这是咱的总会家己规转。伊讲这和咱的神学无共款。因为安尼，伊就要无过转来。啊，你即摆我咧讲这是讲啥？讲咱的教会常常含要伫即个神学、教义、教派即款的辩论的中间。咱搁亲像当时信仰所有法利赛人共款，咱坚持家己的神学，也着家己的神学无要放。咱坚持外邦人也信主，着爱行甲你。咱坚持咱的是上对的。毋过咧，咱爱去想的是讲，咱咧讲即个神学是咧主导教会发展，还是耶稣基督的信息？这是咱去思考的。我哋总会好赛事，咱拄2000年法律运动如火如荼咧行。迄个是咱看做好，因为教派甲教派中间，自从即个国民党政府来即个以后，特别是美丽长事行了后，大家行甲拢毋敢合作。所以1990年开始讲啊，咱到2000年法律运动，这是全世界性的呢。啊，各国是毋是咱着爱手牵手做伙来来宣告，做即个传福音的工作，这是好代志。我伫遐，我伫总会咧服侍，就是讲，咱对2000年法律运动，即个组织咱是行啊要死的。我想咱嘛是讲，长老会嘛要来参加啊，啊伫参加的时咱也有做讲，即个足大型的聚会，因为安尼无恁长老会，阮做伙行咯，反正阮才要行做伙行，咱拢甲讲免，阮的系统阮家己行。所以咱着搁出咱的人工迄个文宣品拢因甲咱用好势，伊送来咱遮，咱着爱人工优惠像咱要家己行，咱哪无爱互因行？咱足惊的啦！惊讲互因行了咱的朋友就走了，差不多拢赖你入边。歹势呢，我咧讲迄时阵，我的心境是安尼。当我离开总会，我来到六周年教会牧会时，我逐工看到啥物？迄啥物信义会神学院啦，浸信会神学院啦，华神啦，啥物足侪即个文宣品来时，我煞伫遐哈哈大笑。总是这你是咧创啥？人顶教会着喊咱开互啥？咱总会安尼才那保守才那保守。伊感觉咱袂当下面袂当受伊的影响。这实在是到伫顶教会咧牧会时，我感觉讲，若毋是圣神的引带，一间教会要复兴有较简单。是圣神的工作伫咱遮伫遐来兴起人啊环境，带人准备好的人来服侍的，咱
即摆，所以咱有时人 OK， 但是咱袂当坚持讲咱的新人是合人做是款的辩论。新人是对新人讲来是上帝所赏赐因的，即款的对位所写即款的信仰的即款的，咱讲非常可惜。咱讲是按等来讲是圣神咧引带，是最后所咧引带咱啊。咱毋好含过去即款的辩论的中间。第三，我要讲的是讲，咱即个拄着难题的即个处理的方法。你今日教会的启示，就是法利赛派教门的人，因甲彼得、保罗、巴拿巴的差别，嘛是今仔日咱的差别的所在。这个法利赛派就是讲，因信仰稣了后，因的坚持；保罗、巴拿巴还是彼得，因的信仰中，因的即款的因的想法是无共款的。保罗伊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敢是？保罗嘛本来是要去掠基督徒的人啊，但是呢，伊信仰稣了，伊甲一般法利赛人信仰稣是无共款的。迄个关键在袂倒？保罗伊有去拄着迄个耶稣基督，伫迄个大马士的城外，当最后所甲伊讲笑的时，伊伫遐去拄着迄个主耶稣，伊伫遐马上。用3年的时间，咱讲伫即个亚拉伯的旷野3年中啊，定心去经历。伊是受即个兵书马加列即个指导呢，伫迄统上，伊嘛是罗马的公民呢，赫那优秀的人，但是用3年中间，伫遐咧定心咧经历伊所接受的遮个，因为伊拄着主耶稣。咱讲保罗、巴拿巴，还是彼得。因伫信仰的中间有迄个实际的经验，就是因亲自体会圣神的快乐甲工作。但是遐规神的法利赛人无啊。今日咱嘛共款，咱拢是信仰稣的，是咱的中间一定嘛有差别。迄个关键在伫倒？咱有真正去经历咱所信的即个上帝的奇妙的作为啊无？我鼓励咱大家，咱讲勇于突破。有当今牧师的道理是，互恁我都去接受的。毋过我鼓励咱大家，一定爱去亲自体会圣神的起来甲工作。我是一个脊椎侧弯的人。我的兄弟姊妹咧讲，牧师有你著爱去做复健啊，我讲好啦。我来做，实在是无时间，哪有时间？要做复健就爱排时间的，啊，当然，若复健无好势，就爱开刀，敢毋是？这是一个真大的工程。但是我要甲恁讲，你甲我看卖。我没有脊椎侧弯。他是看不出来，这样子嘞。有啊，有脊椎侧弯哦。我不要恭喜我的脊椎直了，只是这边还要再修一下。8月31迄天，是人先讲道，伊要来甲我牧师，我有一个感动。我咧来讲道的时，讲道了，我敢会当互迄个邀请兄弟姊妹要祈祷的来头前，我讲一个咧，这是礼拜啊，这毋是医治特会啊，这嘛毋是啥物祷告特会，但是我想一下，讲好啦，不要紧，你去做，有代志牧师来担，所以就真好，大大讲道出来，伊讲我邀请，然后兄弟姊妹愿意，来。祈祷，我要替你祈祷。真正有兄弟姊妹出来咧吼，我想我可能会无，阁有咧吼。所以头一个少年的，第二个是一个姊妹，第三个是一个96岁，阮的宝贝。当这个96岁出来时，我就紧去甲伊扶咧，我惊伊会滑倒。
就是安尼。以前嘛，阮有读册会，我咧做这个生产运动的时，我的右海，小可感觉小可直直安尼，但是我无去甲伊注意。若是阮捌哩也有祈祷会，我咧准备祈祷会时，啊要了，叫我要去，我伫地下室，啊，要去的时，我去照镜，我惊者得去啊。哦，啊，拄仔我歪着遮小可，啊，本来是很足厉害个，嘿啊。我较安怎想，就想无有啥物原因互我会用入去。所以迄天我就甲兄弟姊妹讲，祈祷怎啊祈祷，兄弟姊妹，我讲一定话，恁公司就有人得去啊吼。如果呢，咱嘛来操练祈祷，吼，彼此服侍，祈祷会说，我牧师互恁做试验品好啊，安尼。所以因就真正替我祈祷，因为进前咧祈祷的中间有诶，迄个较好气，吼啊，我若感觉讲，哦，足欢喜，啊，等下伫咧服侍，吼，祈祷会了诶，彼此服侍中间有即款诶。心也其事，所以我讲来，我互恁祈祷吼。所以因咧甲我祈祷的时呢，我感觉我是看得啦吼，就是可能还佫有小可歪歪。是我感觉我后壁这个脊椎吼，像咱安尼，敢若有即个伸展的迄个动作，安尼敢若吼，迄拉直安尼啊。今拜今礼拜，我拜是向拢牧师，你的脊椎是直的。我要讲这是讲啥？我无甲上帝讨啊！要上帝奇妙稳定就应该，我实在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但即摆，咱着爱去经验，当然毋是讲迄个病得着医治啦，是讲咱的心灵当得着透放无，还是讲咱的真正感觉对圣经的内底，咱得着做活跳的吼，活泼的这样一个生命的力量展现。你若去含上帝相拄的时，我甲你讲，你读圣经哦，毋是安尼读的。你会读圣经时哦，迄个圣经上帝话，那是活命的水泉，你咧讲。吼，你著读袂吼，爱不释手。你著下班了，你著头一遍等于厝里下班了，10分饱，头一个代志，你毋是咧看电视，你是咧看啥？勇于突破。咱经验着圣神奇妙作为时，这个信用才会当。进入去咱的生命内底，若是无呢，这个信用对咱来讲是一个知识。我知影耶稣，哦，我嘛圣经读几啊遍，不过咱无去体会。希望咱会当去勇于突破吼，咱的讲题是勇于突破，咱真勇敢去突破，看啥物？就看这个传统信用的传统对咱的束缚，吼，咱是若上即款的争辩。争论，吼，咱毋免身体感，咱等下到圣经，吼，圣经内底真多对圣心也是提示。其实2020创办年了后，我要观看咱的台湾教会是无共款。过去灵粮堂因咧特会是拢用灵粮堂的系统，啊，过去若是正道教会吼，因拢是因的系统，因拢袂去邀请别间教会。但是讲创办年迄真趣味呢，真侪迄个宣教团体转来到伫台湾的所在吼，比如讲桃园、伫高雄吼，啊，然后即个吼赵永基牧师的吼，因台湾本来就有啊，吼，然后佫有即个一个牧师伫美国吼，伊嘛转来台湾，拢是释放东西。我咧观察，即摆灵粮堂的办特会是毋是家己办的？是安那？是邀请所有的牧长参加。哦，即个新生命小组教会伊咧办活动的是毋是家己办的？因邀请牧长来一起参加。安尼是啥物意思？教会甲教会中间彼此间的去反映咱讲迄个反应伫遐哩。慢慢伫遐，互你采会，吼，你拆会啊！因为咱的教会，吼，是伫同一个耶稣基督内底，诚做集体，即个啊，是吧？分享。教派甲教派中间的合作的空间嘛大，
平时我要讲方言的代志，吼，甚至咱迄个无语中间，咱会去识读信息，但是即摆爱做小心这样子。慢慢会当真正谦卑伫做诶面前来找意识，已经会着信心的开了，咱应该转变突破的所在，咱真正勇敢去改变，就是要用福音会当搁较快来传。 咱会是上是圣经学院方面主任，圣经学院多一个新的牧师，新的院长，吴介民牧师，本来是台湾城院，即马去是圣经学院做院长。咱知讲因即个信徒，即个大楼，甲营地，大概是因主要的成员之一啦。不过咱知影讲圣经学院。 即个所谓小主管还是讲即个世代咱的社会变迁的中间，即可能因将来爱去想即个要安怎样可以即个改变，可以使人即个真正叫做信徒的即个训练的中心，即个方面。所以我想我安尼简单甲大家讲，希望讲咱会当用支持，替因祈祷即款的心情，搁奉献。 来帮助因，互因而遐有好诶发展，来搁过上帝名，啥个阿头祈祷。主，阮感谢你，逐世代，你照你诶旨意来行起来，做迄个世代应该做诶事工，做迄个世代。 真好诶，传福音诶策略，来帮助人信耶稣。主，阮伫你诶面前，谦卑来领受，来检查家己，伫阮诶信仰诶中间，是毋是无单纯？伫阮诶信仰诶中间，阮是毋是对真理主义？伫信仰诶中间，阮是毋是敢若有圣经诶意识？ 伫信仰的中间，是毋是阮信仰甲生活的中间有真大个即个落差？阮要恳求你的圣神来光照阮，阮愿意为阮的心门来领起你做阮的导师，亲像耶稣甲学生讲的即个要守事保惠师来，真侪迄个帮助。阮要恳求你圣神常常伫阮的生活的中间来提醒阮。 嘛，互阮谦卑的时，你就来遮做阮的帮助，甚至互阮有一个活泼的生命，是透过阮甲你相处了后，阮表现甲改变。耶稣，阮对你、对圣神、驾驶圣神的作为，阮有搁较侪明白，是阮欢喜来经历你作为。 阮无拒绝，我嘛无偏心。我要恳求你祝福高雄教会伫即个所在，透过兄弟姊妹，大家努力打拼，互即间教会的以后每一个座位拢充满着人，遮来领受你上帝的话名，遮来诚做基督的证明。 阮伫社会通有你做见证，因为祝福阮无到遐个所在，伊亲自来帮我。伊的女婢伫遮讲的道理，若无完全的，不如上帝你嘛亲自来帮我。阮一个兄弟姊妹中间，安尼感谢祈祷，耶稣的名。